请观赏《误我青春20年》。代志到这，我只好把这件店卖掉，才会用解决代志。我嘛会安心啊离开这。我念咪吼要甲地太太等下台北，主长，你会记哦，爱打电话给我哦。我会记的。秀秀，千万你也会记，爱甲阮爸爸破病，就是甲恁母讲。你放心啦，就这样啦。你先车顶等我甲阿公讲者，我随来。好。秀秀。我知我甲玉萍代志，你唔当了解。真的，嫌是你的唔对。杨哥甲玉萍做伙是事实，伤着你的心嘛是事实。我了解你嘛无想要安尼做，如这角度。你拢一直都珍惜我和你的幸福感情甲爱，只因为一点仔误，造成咱散了。莫讲，该讲咱讲。我随转来，我袂辜负你。你和我是20年的感情。我放袂落，我袂耽误你的青春。等我拿回来，我予你的是上新的日子，是快快乐乐幸福的日子。我都等緊你。用笔记来帮助你成功。林小姐，现在我哋唔来哈。小文，哎呀，你竟然被上去吹吹房啊！小平，你快点快点，那已经去找作文来啊！哎呀，作文来，作文来，作文，多谢你来看我，我听到这是咱最后一面。哎呀，莫讲讲话。真是，我甲你的病我知影，作文，告诉我若死了，莫讲死。平，你好起来，因为你还有我，还有你的老母，还好一个亲戚朋友，还勇敢。先生，我今日送你来手信。我这个好等。秀秀，妈，妈，我嘛是讲你有主张，袂记你妈妈。妈，免安尼啦，若我甲几工仔无看到你，我就足想你的呢。你袂定吼，就赶紧转来看你呢。主张咧，伊即嘛较乖啊啦，伊嘛真认真吼，咧经营牧场哦。经过这件代志了后，伊才明白讲，咱做人都要脚踏实地，打拼才会出头天。经济上有啥物问题无？妈，多谢你啦。无啦，啊，就前一阵啊，
地小姐借回5000万啊！妈，你敢有听讲王大哥甲玉萍姐的代志？你敢知？有啊，因真袂好，啊，袂歹啊！但是要来台北，我讲。妈，啊，前几日恐惊要来台北安尼。这先怎讲？妈，你莫问我好唔啦？莫问就莫问咯，莫讲啦。唉，遐尼侪年头咧过啊，其实这嘛无啥物。妈，哎，妈，我来接就好。喂，啊，子强啊，我这才到啊，听大病有较好无？嘿，好，我2日就转去啊，拜拜。秀秀，主强因老爸病是安怎是？妈，你放心啦，无啥咯，伊就敢若感着安尼咳咳嗽，身体比较介虚安尼尔。敢才是咧？大青平安尼甲我讲的啊。哦，你伫遐敢有听到讲秋华甲赵启通因丧事要安怎办？有啦，我听讲伊是交总医社咧处理啦，过几工就要回总啊。阿青伯会来无？应该会啦。阿前辈，阿前辈。对啦，我听啊，你若怎一个讲，你迄店卖掉，啊是为虾米来要卖？啊？我无想要开啊，规地内袂趁钱，我想要别个所在找工作做。喂啊！你是合白查某囝，你袂使离开阿伯，有听无？阿前辈，你袂了解。我是安怎袂了解？我上了解。我算知影，你要将主文来量度好。管啊，爱是美丽，都那个像阿伯。主强见三你爸的病医啦。见，阿爸，来病院见。免啦，免啦，大哥话久啊，你病院是加开钱的啦。阿爸，无你安尼啦，你嘛要遵照你对秀秀老母讲的话去看伊啊。行阿爸。去看有啥物路用？我去看是加伤心的。我好落一寡影响，毋是较好。阿爸，阿前辈，阿爸，阿前辈。医生，小姐，这有啥款的？刘医生手术了非常成功，我想无啥物危险。是嘞，多谢阿姨。
惜哦，细汉。妈，你问啊，这几日啊，咧无因妈妈的丧事。大兵，等因妈妈的丧事若无用煞了，伊就来看你啊。这几日啊，我陪陪想真多，我嘛了解啥物是爱。我想这边处理了，我要找妈讲讲。我怎样想，拢想无。妈，你敢真是要去死？当然嘛是真实的。无管秋华伊以前安怎对待我，人都已经过身去。搁再讲，伊嘛是主强甲主文的老母。谢谢多谢你。这是应该，只是恁老爸实在无应该无来。哎呦，啊，我阿爸讲，伊无想要救妈妈上尾一面，因为若是无妈妈，亏日，伊就是我都放袂记我妈所受的伤害，所以坚持无来送妈妈出山。我一直感觉讲恁老爸无来，毋是这个原因。妈，我咧想，大概是无愿意来甲我见。嘛，免那个啦。是啦，妈，免那个啦，你毋通我白心啊。你有啥物买的代志？咱莫阁讲起这个代志。算去啊啦。妈，其实我感觉伊足无应该，无管讲安怎讲，秋华过去嘛是伊的某囝，伊实在是无应该无来。妈。喂。无管秋华伊是安怎，咱莫阁讲啥物。过去伊嘛是你的某囝，你今日无来实在是无应该。唉。知影，你是无愿意，你无愿意来甲我见面，所以你头你搁我来台北着。毋是啊，毋是啊。其实无管啥物代志，我嘛无要求你一定爱替我做啥物代志。是安怎你若拄着我的代志，就拢失约的。我倒。咱莫阁讲起20年前的代志，迄拢过去，我拢无计较。是安怎你要阁做一寡代志好阮？是安怎你要阁去做这种无情无义的人呢？阿清伯，我要来走。交一张花，麻烦你替我调做。管，你袂用会走。阿清，
我嘛无想要走，这是我大汉的所在。在我出生到今嘛，我爱这，嘛爱这的每一个人，尤其是你，甲祖母，是我上尊敬、上爱的人。阿伯知影做文来救命，去伤着你的心。小心无算啥物，我嘛知影，这是主文的力量，我从来毋捌恨过伊。我甲主文从细汉到大汉，伊要爱啥物，我上清楚。伊细汉的时阵，得袂到你的爱，大汉了后，对我无法度出头天，伊嘛一直都感觉伊对不起你。这是阿伯过去，我知影我。玉玲姐也是一个真好的查某囡仔。伊一定嘛有一份真正的感情甲爱，主文会予伊，你莫帮助主文成功。阿亲，主文盼望成功的日子一定足久的。我若走，主文就袂离我甲杨明姐的中间无法度选。这世人，拢无予主文啥物，伊最后想要爱，我偏要无予伊。我最后会当予伊，我只有这样。亲妹，多谢你过去照顾我，多谢亲像你讲，你一直把我当作是在意查某囝同款，我一定会记在心肝内。乖，你莫走。阿伯唔甘你离开，阿伯在心目中，一直甲你当作是我亲生的。乖，乖。听你20年，看你这么大汉，我知影，我知影，我会一世人记在心肝内。我知道，我了无法度被主文照顾你。也不过我知影。有一天我一定会倒转来看你。拢想无。
我冇教你讲。